Day 20，你已經唔係原來嘅你。回頭望，對比返第一日嘅你，你可能會發現，對金錢嘅焦慮感，自己冇以前咁尖銳，又或者做決定嘅時候，內心多咗一份平靜。當你聽到質疑嘅聲音，唔會即刻彈起，好緊張，又或者你更加懂得照顧自己嘅能量。呢啲微妙但深刻嘅轉變，正係身份轉換發生緊嘅證據。財富增長係外在結果，內在操作系統嘅升級，先係真正嘅無價收穫。今日嘅功課好簡單，就係4個字：欣賞自己。唔好睇你未做到乜嘢，而係睇你自己已經成為咗一個更穩、更定、更愛自己嘅人。呢個基礎先係未來一切豐盛嘅發射台。而家請你閉上眼，做返3-4-4深呼吸法。完成咗之後，可以開眼進入你嘅小功課。